我哋都請到香港嘅社創界嘅先驅聖方濟各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咧嚟同做少少分享噶啦。咁啊 Stephen 咧數十年嚟咧喺教育界致力推動將社創精神融入我哋教育啦，培育年輕人咧可以成為喺人工智能時代中咧具社會責任感嘅創新者嘅。Stephen 曾擔任過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首任主席啦，亦都係做過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啦，同埋先後咧都係領導過香港教育大學同埋香港浸會大學咧嘅工商管理學院，培育新一代嘅社會創新人才嘅。咁啊 Stephen 而家咧係聖方濟各大學嘅校長啦，咁啊繼續以教育推動社會嘅進步啦。咁你一陣咧佢就會探討下點樣將社企精神咧同埋創新思維融入學習，幫助我哋學生同埋教育者咧掌握有關嘅能力，為可持續嘅未來咧奠定基礎啦。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不如俾啲掌聲歡迎張仁良教授，有請。唔該晒。各位嘉賓朋友，大家好。咁非常榮幸今日能夠喺社企民間高峰會幫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經驗。我曾經有幸擔任過伙伴張志強同埋社創基金嘅第一任嘅主席。咁如果你諗咩唔滿意，有咩冬瓜豆腐咧，都可以係鬧我嘅，因為成個制度都係我係設計出嚟。咁當然啲改進唔關我事咧，即係佢有做，即係佢冧尾嗰啲改變就唔關我事。咁我自己見證咗香港社會創新同埋社企嘅萌芽同埋成長。今日我係想幫大家係探討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培育香港年青人嘅社創精神。首先我係要感謝我哋兩位聯席主席啦，兩位聯席嘅主席馬錦華先生啦，同埋阿謝思希博士，你哋嘅領導同埋願景係等社企高峰會成為跨界別嘅合作嘅重要平台，去凝聚社會嘅力量，共同係推動創新。今日我講目標就有3個啦。首先點樣探討點樣去培育年青人嘅社創精神，第二個係提升年青人嘅競爭力，第三個就係推動社會共好。點解要培育年青人嘅社創精神呢？咁香港年青人面對嘅挑戰好多。最新嘅數據顯示咧，2025年第3季咧，年青嘅失業率15至19歲係15%。20至29歲係8%，相對之下呢，我哋整體嘅勞動人口嘅失業率呢係細過4%。咁呢個警號啦，就係講到明年青人係面臨更高嘅職涯嘅風險。除咗失業率之外，仲有其他壓力嘅。咁職涯唔確定性啦，我哋成日都話 AI 同埋自動化將會改變咗佢工作嘅模式。咁傳統嘅穩定工作會逐漸會少。生活成本都係好高，尤其是香港啦，房屋問題長期係困擾緊年青人，令到佢哋感到迷茫。心理嘅壓力增加，唔少年青人對未來係缺乏信心。咁喺呢個背景底下呢，我覺得社創精神，我哋所謂嘅 social innovation mindset， 唔單止係個解決社會問題嘅態度，亦都係一種職涯嘅競爭力。佢係可以係幫到年青人。培養創意思維同埋解難嘅能力係企業最需要嘅技能。去建立跨界別嘅合作嘅能力，識得幫政府、商界、NGO 協作，提升領導力，同埋去塑造價值觀，唔單止係追求個人成功，更係追求社會共同嘅福祉。呢個係未來領袖嘅核心價值嚟嘅。正如我喺社創基金成立嗰陣時講過，面臨挑戰唔單止係要理性嘅力量、商業嘅直覺同埋理財嘅技能，更重要嘅係需要我哋嘅熱情以及出眾社區可持續發展嘅承諾。我仲記得以前喺
喺ESR 夥伴張志強同埋社創基金，我哋 interview 嗰啲嘅申請者嗰陣時，其實最後尾我經驗就係睇佢嗰個嘅心，唔係淨係寫個 proposal 寫得好唔好。我仲記得 ESR 開始嗰陣時，夥伴張志強有啲 proposal 個加減乘除都寫錯嘅，佢要問我哋攞300萬去成埋個錯寫期，咁係好得人驚嘅。咁但係後尾加減乘除就好咗好多啦。咁但係我諗成功與否呢，就係當你 proposal 我哋面試嗰陣時，究竟佢有冇心去做？我呢個我覺得係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指標。好啦，社創精神點樣可以改善到年青人嘅職涯前景呢？第一，創業同埋就業嘅雙重機會啦，社創唔單單只係開辦社企，仲可以引入 ESR、CSR 可持續發展嘅新興嘅行業。全球企業係重視 purpose-driven business， 或者我哋有一派成日講嘅 share value， 即係話咧將你個 social value 係 embedded 或者 incorporate 喺個 corporate strategic development 嗰度。咁呢個我覺得係呢一個係我哋而家想見到嘅一個 trend。咁懂得社創嘅年青人咧，係更加係受歡迎嘅。第二係提升佢嘅軟技能啦，溝通、協作、同理心、設計思維。大家知道我背景，我係金融教授喺 B School 度，咁見到學生個個都係即係喺 finance 度成日都係幫人做 financial management 啊，幫啲新股上市啊咁樣，幫啲有錢人變得更有錢。咁我希望咧喺呢啲思維就係、我仲記得我喺商學院做院長嗰陣時，我成日幫啲學生講發財立品係緊要。雖然我哋唔係見到好多發財立品嘅人，但係仲緊要嘅咧就係未發財先立品。所以我 B School 學生希望佢哋有一個咁嘅 concept， 就係你未發財應該先去學立品。嗱，呢啲能力喺任何職場都係非常重要。第三，國際視野同埋網絡啦，社創項目往往幫國際組織合作，咁年青人能夠建立全球嘅人脈去拓展啲機遇。喺英國，我而家冇 update 個數據咧，有個 Big Society Capital， 佢係曾經用過6億英鎊嘅資金去支持社會投資市場，並創造咗社會影響力債券 （Social Impact Bonds）， 推動咗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咁將財務嘅回報同埋社會嘅效益去結合，咁呢啲創新嘅金融工具，正係香港年青人可以學習嘅方向。香港亦都有機會發展類似嘅模式，尤其是喺大灣區合作嘅框架底下啦，年青人可以參與跨境嘅社創項目，拓展嘅市場，提高佢哋嘅競爭力。第三點就係社創精神點可以推動社會共同嘅福祉呢？咁樣，咁社會創新唔單單只係解決問題，更係創造共享價值，將經濟效益同埋社會影響緊緊去結合，並將挑戰轉化為促進包容性嘅增長嘅機遇。咁呢一個佢裏面有3點啦，其中一個你幫助弱勢嘅社群，促進社會共融，同埋應付環境嘅挑戰。第一點，幫助弱勢社群可以透過科技或者共融嘅設計啦，可以啱樣我哋其中一個教授佢講，佢一啲 material 好似水溶咁樣，佢可以搽落去就可以降溫，咁係可以幫助啲深水埗住嗰啲人係可以慳返電費，同埋可以改善佢哋生活，改善長者、殘疾人士同埋邊緣社會嘅生活質素，促進社會共融，為少數族裔、基層家庭同埋弱勢社群創造更多參與社會嘅機遇，推動環境可以持續發展綠色科技同埋循環經濟，為下一代打造更健康嘅地球。咁呢個可能叫Donald Trump 學下啦。
呢個正係我哋建構可持續同埋共融香港嘅方法，一個創新服務人民同埋進步嘅城市。事實上，呢重點係正呼應緊呢社會創新同埋創業發展基金嘅核心主題。自成立以嚟，呢個基金一直係支持社企同埋非政府機構去推動參與呢啲目標一致嘅項目。值得提嘅好多嘅項目都係由年青實踐者去設計、開發同埋主導，充分展現咗年青創新力量喺塑造更美好社會中嘅重要角色。我哋可以點做呢？呢個 implementation 即係落實，點樣去落實呢？第一，教育改革同埋校園嘅推廣，喺中學同埋大學推動社創嘅課程，培育設計思維同埋社會嘅責任感。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我有一段時間未做校長之前，未喺去教院教大做校長嗰陣時，我就喺浸會嗰度做商學院嘅院長。我最後尾嗰年或者2年啱做完伙伴張志強嘅主席，我就係叫我啲 MBA 全浸會大學 MBA 嘅學生個 project 咧，就去社區度做。咁我就好樂意見到呢啲 tripartite relationship。咁我幫 HAD 講，我班學生會會做 project， 叫佢哋揀一紮社企，大約有40個學生，佢係 group project 嚟，咁大概幫10間8間，我唔記得幾多間，因為做完 project 嗰陣時，我已經係轉咗工去咗教院做校長，我唔知佢有冇持續到。咁但係呢啲嘅合作機會係相當緊要。我希望唔知浸會大學啲人喺度啦，我希望要繼續去做呢樣嘢啦，商學院係咪？咁SFU 而家仲未有 MBA， 但係如果將來有 MBA， 我會用大學校長嘅身份叫我院長去推動呢啲嘢。咁呢啲係緊要，因為社創同埋社企正係一個 tripartite。你諗你喺 NGO 做一啲嘅社會企業，一定要營商嘅思維先至可以成功。如果單只係做一個社會福利嘅模式去做呢啲社企呢，咁其實成功嘅機會係 tough 嘅。我冇話未必一定唔成功，但係 tough 嘅。咁當然，如果你有啲大機構後邊 back up 住你做衰咗蝕錢嗰位 absorb 嘅 that's fine。咁大家唔係好多大機構啫，香港 OK。咁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學校可以幫到手。咁第二係政府同埋基金嘅支持，社創基金嘅經驗話俾我哋聽，資金同埋平台係非常緊要。未來要更多嘅支持由青年人主導嘅項目。第三，企業嘅參與啦，因為啱啱講 tripartite， 政府、NGO 同埋 businesses， 企業嘅參與鼓勵企業提供社創嘅實習同埋 ESG 嘅職位，等年青人係有機會有個實戰嘅機會。第四，跨界別嘅合作 ，NGO、學術界、商界共同打造一個青年社創生態圈。呢個講就易啊，咁但係做係難，因為每一個 party 都係有唔同嘅 languages。雖然大家都講廣東話，坐埋一齊傾嗰陣時，大家都聽唔明大家講乜嘢，大部分時間都係。正如我喺過去嘅演講係強調，我哋需要創造機會俾擁有創意嘅人同埋擁有資金嘅投資人互相交織，咁建立各種網絡，將佢哋聯繫埋一齊。香港一直係企業嘅家園，創業技能加上年青人嘅理想同埋熱情咧，佢哋可以成為改善社會強而有力嘅工具。我相信，只要我哋共同努力，培育新一代嘅社創領袖，香港一定可以成為亞洲社會創新嘅典範。多謝大家。好，再一次多謝 Stephen 嘅精彩分享。你可以到台下就座。Thank you so much。